各位长辈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身体就像开了几十年的老车，虽然还能跑，但细节处总要多留心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很多过了60岁的朋友，每天都在做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习惯，但这个习惯却正在你的肾脏里，偷偷的一颗一颗地种下石头。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身体还硬朗，直到某天半夜，腰部突然传来一阵像被刀割一样的剧痛，疼到根本站不起来，甚至得连夜叫救护车送急诊。这才发现肾结石已经长得像大门牙那么大了。如果你不想经历那种生不如死的痛，请一定要把今天的影片看完，因为你可能每天都在重复那个让肾脏长出结石的坏习惯。如果你关心肾脏健康，我们先做一件小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让我们把最重要的健康知识带给你。我也想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正在认真观看这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主题对你重要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你只是刚好点进来看看，请打0。其实啊，人过了50岁，身体的可觉中枢会慢慢变得迟钝，你感觉不到渴，尿液就变得又浓又黄，那些晶体就在里面慢慢形成了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的血液就像是路上的车流，血管就是道路，而肾脏则是城市里的清洁系统。如果水流不够，道路上的垃圾或泥沙就会堆积起来。今天我要分享5种能帮你清淤的植物。在谈这些救命植物之前，老医师要先戳破一个大家常有的迷思。很多病人来诊间问我，医师，我是不是盐巴吃太多，还是肉吃太多才长石头？其实，根据我多年的临床观察，真正的头号杀手不是盐，也不是肉，而是慢性缺水。这听起来很平凡，对吧？但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这可是大问题。我发现许多长辈一天喝不到1公升的水，因为怕跑厕所，怕晚上夜尿。你想想看，当你喝的水不够，你的尿液颜色就会变得像浓茶一样深，甚至有一股很重的味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尿液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浓缩的化学工厂，里面满满的草酸、钙离子和尿酸。在这种极度浓缩的环境下，这些物质会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饱和食盐水实验一样，开始慢慢结晶、结块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像细沙，你不痛不痒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它们会越滚越大。如果你的身体水分充足，尿液应该要像淡淡的柠檬水一样清澈透明。当尿液够稀释，肾脏这套清洁系统就能轻易地把这些微小的杂质冲刷掉，不让它们有机会在你的肾盏里定居。老医师常说，预防结石最便宜也最有效的药，其实就是你家水龙头流出来的白开水。但除了喝水，大自然还给了我们一些特别的礼物，可以帮助这个过程更顺利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聊聊第1种神秘的守护者。在台湾，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泡茶文化，很多老人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泡茶。其实，这个习惯如果做对了，对肾脏非常有帮助。老医师要介绍的第1个超级食物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绿茶。为什么是绿茶呢？这可不是老医师随口说说，科学研究已经证实，绿茶里富含一种叫做儿茶素的强力抗氧化剂，这种成分就像是肾脏的润滑剂和防护盾，它能干扰草酸钙晶体的形成，让那些原本想粘在一起变成石头的小东西变得比较不容易聚集。但是要喝出效果，泡法很有讲究。老医师建议每天用大约2到3公克的绿茶茶叶，配上250毫升的水。最重要的细节在这里，水绝对不能用刚滚开100度的沸水直接冲下去。如果你用太烫的水，会破坏掉珍贵的儿茶素，反而泡出太多苦涩的单宁酸。正确的方法是
把开水稍微放凉到大约80度左右再冲泡，浸泡的时间也不宜过长，大约2到3分钟就足够了。你可以想象，每天多喝这一杯温度适中、清香的绿茶，就像是给你的肾脏穿上了一层保护膜，降低了发炎的风险。不过要记得，绿茶虽然好，但它含有咖啡因。如果你是那种喝了茶晚上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朋友，建议在中午以前喝完。我们养生是要让身体更舒服，可不能为了护肾而赔掉睡眠哦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我台中的老病人身上。这位陈先生今年67岁，平时爱爬山，身体壮得很，但有阵子他一直觉得腰部隐隐作痛，原本以为是老毛病，筋骨酸痛，结果去医院一照，发现肾脏里有几颗细碎的结石。医师告诉他，这些石头还小，如果能配合正确的饮食和足够的水分，是有机会自己排出来的。后来陈先生听了建议，开始每天煮一种叫做破石草的茶来喝。过了几个礼拜，他回诊时高兴地跟我说，他在小便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有沙沙的东西排出来，那肿长期的腰酸感也消失了。破石草在我们草药学里很有名，它的正式名字叫猪仔草。这种植物之所以被称为破石草，是因为它对结石有5种非常厉害的作用。第一，它能阻止那些草酸和钙结合成晶体。第二，它能帮助分解已经形成的小结石，让它们边缘变圆滑。第三，它能减少结石继续长大的机会。第四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它能让我们的输尿管稍微放松，这样石头在移动时就比较不会那么痛。最后，它还有很棒的利尿作用，能增加尿量，把碎石冲走。老医师要提醒大家，虽然破石草听起来很神奇，但它毕竟是有药性的。如果你想试试看，我建议去合格的中药房购买前造的药草，一样是用250毫升的水去煮开，当作日常茶饮的一小部分。这对像陈先生这样有初期细小结石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很温和的辅助方式。看着病人的结石排出来，那种不用动手术的喜悦，真的连我这个当老医师的都替他感到开心。在台湾的夏天，大家常喝一种红红的、酸酸甜甜的饮料，那就是洛神花茶。这种被誉为植物界红宝石的洛神花，不止漂亮好喝，它其实也是肾脏的一大救星。老医师今天要特别推荐它，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。科学研究发现，洛神花里的这些天然色素可以有效地降低尿液中草酸盐的浓度，并预防草酸钙晶体在肾脏里堆积。对于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说，洛神花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它能帮助调节血压。你知道吗？高血压和肾脏健康可是息息相关的。血压控制得好，肾脏的负担就减轻了一半。要准备这份肾脏礼物很简单，你可以去超市或中药房买前造的洛神花瓣，大约3公克，同样配上250毫升的水，建议稍微用小火煮个几分钟，让那个深红色的精华完全释放出来。它的味道偏酸，如果你觉得太酸，可以加一点点天然的甜菊叶，但千万不要加一大堆砂糖，因为太多的糖反而会让你的肾脏更辛苦。不过老医师在这里要特别叮咛一个小地方，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敏感，或者你本身有痛风的问题，在喝洛神花茶之前，最好先咨询一下你的家庭医师，因为洛神花稍微偏凉性，且有些研究提到它可能影响尿酸的代谢。养生要细水长流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完全适合你。听医师的话，慢慢试，适量喝，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秘密，很多人听了都会大吃一惊。我们吃石榴的时候，通常都是为了吃里面那红彤彤像宝石一样的种子，对吧？但老医师要告诉你，对于预防肾结石来说，这颗果实最珍贵的部分
其实是我们平时随手丢掉的皮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石榴皮。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显示，石榴皮萃取物在实验中表现出惊人的效果，它甚至能阻止高达 95% 的结石形成过程。这主要是因为石榴皮中含有极高浓度的多酚类物质，这些物质能有效地抑制草酸钙的结晶。这在古老的草药智慧中早有记载，只是现在的科学让我们更清楚其中的道理。对于长辈来说，我有2种建议的使用方式。第一种比较简单，就是直接喝市售纯度高的石榴汁。虽然石榴汁本身效果就不错，但它是连皮带子压榨的，效果更佳。第二种方式则是把石榴皮洗干净晒前用来煮水喝，石榴皮煮出来的水味道带点涩感，这正是多酚物质的特质。这种涩味进入体内，就像是在肾脏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环保工程，它能改变尿液的化学环境，让原本容易结块的矿物质变得懒洋洋的，不再想互相粘合。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观念，大自然真的很神奇，它往往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藏着最重要的药方。下次如果你买了石榴，不妨留一点皮试煮，把它晒前收起来。不过也要注意，石榴皮含有较多的鞣酸，不建议空腹喝，最好是在餐后稍微喝一点点。老医师常说，只要我们懂一点点小知识，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药房。最后一种要介绍的植物更是随处可见，甚至在菜市场里，摊贩老板还会觉得那是垃圾，想把它丢掉。那就是玉米须。老医师常看见长辈们买玉米回去，把须剥得前干净净，扔进垃圾桶，看了真觉得可惜。在中医的传统里，玉米须被称为龙须，它已经被使用了数百年之久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那温和而强大的利尿效果。对于预防肾结石，利尿是极其关键的一环。你想想，如果水管快要堵住了，你增加水流的力量和频率，是不是比较容易把淤泥冲掉？玉米须就是扮演这个加压冲刷的角色。它不只能增加尿量，还能帮助排出尿液中过多的氯化物，减轻肾脏的发炎反应。准备的方法非常平民化，取前兆的玉米，需大约2到3公克，放入250毫升的热水中，盖上盖子，焖个10分钟即可。它的味道带有一股淡淡的玉米清甜，非常顺口，不像有些草药喝起来苦巴巴的。玉米须茶非常适合容易水肿或是排尿不太顺畅的长辈，每天喝一杯，就像是给你的泌尿系统做了一次温和的 SPA。 它不像西药利尿剂那么强烈，而是慢慢的、自然的引导体内多余的水分和废物排出。老医师常跟病人开玩笑说，养生不一定要花大钱买燕窝人参。像玉米须这种不用钱或是极其便宜的东西，只要你知道怎么用，它对身体的保护力有时候反而比那些昂贵的补品还要实在。介绍完这5种神奇的植物，老医师最后要送给大家5个保肾金律。这5条原则是这辈子都要记在心里的基础。第一，绝对是喝足量的水，不管你喝什么茶，白开水永远是基底。第二，要吃得清淡，少盐，盐巴里的钠会增加尿液中钙的排出，钙越多，结石的机会就越高。第三，要控制糖分的摄取。现代研究发现，高糖饮食跟结石息息相关，所以甜食和含糖饮料要节制。第四，是适度的规律运动，不需要去跑马拉松，每天散步半小时就有助于全身血液循环，也让肾脏的代谢更顺畅。第五，则是充足的睡眠。身体的修复大多是在睡眠中完成的，熬夜会干扰肾脏的排毒功能。这5条原则就像是房子的地基，刚才提到的5种食物，则是帮房子加固的梁柱。地基稳了，梁柱才有用。老医师真心希望每位看到这里的朋友，都能把这几点落实在生活中。健康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同样的，
结石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，只要每天做出一点点小改变，你的肾脏一定会感激你的。在影片结束前，老医师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叮咛大家。虽然刚才分享的天然饮食很有帮助，但它们并不能取代专业的医师。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以下这几种情况，请你一定要立刻马上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直接去医院看医师。第一，如果你感觉到腰部或背部有阵发性钻心般的剧痛。第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尿液里有明显的血色，也就是血尿。第三，如果你出现高烧、冷颤，这代表肾脏可能已经发炎感染了。最后，如果你痛到反胃，甚至不断呕吐，这些症状都代表结石可能已经造成了阻塞或严重的感染，这是属于医疗急症。在这种时候，草药茶是救不了火的，必须依靠现代医学的精密仪器和专业治疗。老医师分享这些知识，是为了帮大家预防问题，以及在问题还小时提供辅助。请记住，草药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但专业医师才是你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不要因为迷信偏方而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，这点真的非常重要，请大家一定要听进去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从为什么会长结石，到大自然送给我们的5样礼物：清香的绿茶，有破石之称的猪仔草，红宝石般的洛神花，神秘的石榴皮，还有平凡却珍贵的玉米须。老医师常说，健康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财富。房子再大，钱再多，如果身体痛起来，那些都是虚云。照顾好自己的肾脏，其实就是照顾好你的生活品质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或者你身边也有饱受结石困扰的朋友，请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亲友和老同学。你的每一次分享，可能就帮了一个人少受一次痛苦。希望大家都能拥有清澈的尿液、健康的肾脏，还有开心的生活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